Hello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这礼拜过得好吗？今天很开心哦，我们又来学一句台语，叫做"不冷不热，无冷无烧"。但是后壁写迄什么，爱叫老师来讲一下。但我讲唔对，拉伦烧是吗？这个是速成台语哈，前几天才学的哈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不冷不热呢？然后为什么我的后面你看我们的图哈，这个是哪里嘞？等一下我们继续看就知道是哪里哈。好，那我们先请老师上来。老大家师，老师晚安。刚好人你讲晚安呢，无吼，爱讲食饱未对无？食饱未？晚安。食饱哦，老师，迄个伊拄食迄个，即个图，即个是啥物所在？这个是关仔岭的温泉。哦，在关子岭温泉。水会，叫做水会动员。哦，你看这个是火，真的火哈，火在水的上面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讲到不冷不热，其实那个天气啊，今天我们曼谷的天气哈，天气都好，因为无热，袂热，啊嘛袂寒呢，应该是做好的对无？就是就凉爽吼，安尼做爽快的吼。但是老师讲这是无好的，咱来看卖啊，为什么不冷不热？到底为什么是无好的安尼？无冷无热咯，伊毋是讲食诶物件无好哦。那启示录，咱最后是启示录内底第3章15到16节。即句是约翰写批互老底嘉教会，讲因诶信仰诶状况。咱先来读一个圣经哦，讲我知你诶所做，你是无冷无热，我愿你或是冷或是热。你既然是拉伦烧，毋正烧毋正冷，我要吐你出来诶嘴。只要要讲拉伦烧，拉伦啊烧，拉伦啊烧吼，即摆就是咧讲即个问题。后来咱倒转来咱第一句，对吼，讲拉拢无烧无冷，毋是上好食。我第一摆看到这吼，我就感觉奇怪。咱讲物件吞袂落，我要甲你吐出来，是因为是咸笃笃吐出来，还是讲正芳芳吐出来无爱食，还是讲苦涩涩我总爱食，还是讲酸溜溜无法度吞落，还是讲涩糊糊涩刮刮，还是讲冷叽叽，还是烧火的，有无？这是拢是安尼讲的嘛？但是拄则讲一堆呢。对袂？但是这是安尼讲袂当吞落的物件啦。为什么讲无烧无冷？是爱吐出来，这是奇怪。我看无，所以我就去找答案。后来我就知影讲，原来吼，伊写批互老底嘉教会，老底嘉即个所在，特别伫因个所在有咧讲的话，别位的人听无。比如讲，咱台湾来讲，你来讲，第一讲。炒柑椒会写崩，炒柑椒会写崩。为什么第一讲？你若去别位讲，大家拢听无，你一定爱解说。迄是台湾较有诶吼。伊即个所在是老底嘉较有诶，因为希拉波利有3个大都市哦，差不多拢差10数公里。上北边叫做希拉波利。希拉波利，搁落来就是老底嘉，老底嘉搁落来格罗西。这3个所在哦，是希拉波利上悬的迄个温泉诶出泉诶所在，足烧。迄个温泉会当医病啊。到老底嘉安尼半烧冷。所以温泉就是希拉波利是温泉的泉源的对吧？源头对吧？源头足烧。老底嘉。中搁落来，搁落洗就做冷。就变冷了。所以因遐有一句话吼，因迄个所在有一句话讲，
流行一句话啦，讲烧的温泉通医病，因为咧烧温泉是咧医病的嘛。啊，冷泉通互精神爽，因遐浸浴足爽快。啊，半烧冷，讨人也就是讲，因来啉迄个半烧冷的温泉水吼，佮有一个硫磺味、臭味，吞下来就强要吐出来，互人无胃口啦。这是因流行的一句话，所以用因的话来甲因讲，恁就是半烧冷。信用就是温泉，不然要很烫，有功效啊，不然就要很冷，会很舒服，不可以这样哈、哦。半烧冷，信用还是不冷不热，信用你若讲不冷不热，讲无冷无烧，啊你不如冷，哦，因为后来咱来看这温泉吼，咱个规定，很像这个哈，不冷不热。后来。食米吼，食米咧形容伊的味有无咸无正，咱知影无咸无正什么意思嘛？啊，无搭无湿，无搭无湿，可能恁少听到。无搭无湿就是讲汤内底吼，比如说迄个汤，啊内底拢无料，啊无料啊，佮正蓬蓬，也无什么滋味，叫做无搭无湿。无搭无湿，汤没有料。没有味道又没料。对啦对，个无搭无湿，啊，这是要安怎食的？佮加一句说歹听讲，这袂好过一个吼。不如去喝水。无油无鲜，啊来，无正无咸无咸，无咸无咸是正确的讲法啦。你这有一个咸鲜，你小可淋一个盐哦，这个汤有一个咸鲜较好食。这是煮食的人最爱讲的，定咧讲的话。毋过即摆咱就很少听到，无油无鲜，毋是露鲜吼，无咸无鲜，鲜是讲无咸无鲜就是，这就咱像圣经都有一个所在讲盐若失去味，即句其实我上大省看的时候，咱毋捌，因为台湾人毋捌看过石头盐。伊这是咧讲石头顶的盐甲岩盐，是讲矿盐，拢是石头顶的盐。啊，你石头顶的盐若甲用了啊，剩迄个石头无路用，就迄伫外面互人吞大尔定。所以有一种盐是在石头上面，就是盐对吧？对。啊，伫台湾来讲吼，我。较细汉的时看到即句，我就讲盐无味是生做安怎？我毋捌看过呢。因为盐一定会咸啊，哪有可能无味？啊，无味就变水啊。这是海盐讲的马太福音，咱读一个马太福音5章13节。来，我读者，恁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味，要用什么互伊咸？后来无路用。不过迄伫外面，互人吞打那定。OK， 好来，回张。无用虾米互无路用，后来就。互人吞打那定。互人吞打那定，这我那是被人家践踏。这句我那是爱记咧吞打那定。互人吞就是讲而已啊。而已那定，真那定。就只会被人家践踏而已，没有用的东西。就是吞大践踏没有用。好来，这个启示录，咱来看。我知你的所做，你是无冷无热，我愿你或是冷或是热，16节你既然是拿轮烧。毋正烧，毋正冷，我要吐你出我的嘴。拉轮烧今仔日的重点拢是咧讲拉轮烧。咱甲一句足水的台语甲扣转来用。虽然足侪人毋爱讲，但是若足侪人佫开始佫讲，你着发现讲拉轮烧咧形容食米迄个无烧也无冷，真好食。拉轮烧。普通拢要加一个拉轮烧，就是讲炭烧较紧食。就讲你若讲冬天对无？寒天啦，你若寒天若到，
啊，你有一寡无含钱啦，还是蚵仔啦，还是讲食啥物烧汤啦，我会记迄时大人拢会讲，抑个拉轮烧较紧食，较尔冷伊就无好食。拉轮烧是不适用咧用诶，是拉轮烧就是对不冷不热吗？就是讲毋诚烧毋诚冷，啊，真好食。哦，这个时候吃的时候很好吃，但是如果泡温泉，千万不要泡拉轮烧。这是老伫家教会，老伫家迄个所在是安尼啦，别位就无一定啦。在老家，伫台湾就无一定是安尼啦。所以我讲地方性诶语言，迄个所在讲安尼伫无适合伫即个所在来讲。好，多谢今仔来收看咱诶皮卡仔东富哥吼，平安，啊个蔡老师平安，啊个有杜老师伫后台吼，给咱支持。好，安尼拉轮烧爱做哦。搁有一张呢，搁有一张拍片的呢。搁有一张，好，咱看即句圣经哦，讲无，我原理是冷还是烧，就是小女对类三对咧三讲的一句话啦，讲疼的反应毋是恨，是冷淡无关心，就是讲无关心哦，比冷更加冷。所以咱若对一个可怜的人，咱是爱甲伊帮衬，还是无爱插伊，当做无看。啊，你当做无看，哪像实在是比安尼恨伊更加冷。所以德蕾莎修女吼，伊拢伫印度的所在，甲遐个难民做伙生活，伊就是有迄个感觉，讲我伫遮袂使无插伊，袂使毋管吼。所以，伊就是信伊的所在。对，袂使拿。热啊是冷，啊，你若讲拢无关心，甲冷是无两样啦，拢是受气势的人，不如冷，你若要无冷无烧，不如冷，意思是安尼。对啊，现在的因为那个疫情，对吧？就是很多人他们可能就不敢想要去别人家，不敢去，然后想要关心人家，又很怕哈，怕东怕西这样哈。但是还是很多人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情，他们还是继续在帮助人家哈，要进入现场去帮助那一些医疗的人员哈，医疗人员这样。所以呢，德夏老师，谢谢，来咱听的人，后礼拜同一个时间，同一个时间，来毋通无冷无烧，毋通半烧热，也毋通拉轮啊烧，就爱热身来全部。对，爱继续来一礼拜学一句台语，一个礼拜学一句哈，安尼大家学会了吗？阿伦修，多谢老师，大家晚安。下礼拜7点10分见。台湾8点10分。